后来继续来看，台中有一个妈妈来指控，讲伊甲北屯一间托婴中心来解约，要求中心甲放伫因面册囡仔相片摕掉。结果托婴中心无甲相片摕掉，无打紧，佫伫囡仔的面打一个猪八戒的图。妈妈真生气，认为囡仔去互网络霸凌了。托婴中心是回应讲，因无恶意。 高做囡仔坐伫椅仔顶伫做生日，面互人打一个猪八戒的图，看到这个情形，这个做老母的真生气。因为我有去警察局说要提告嘛，在跟查庭那时候完全没有回应，就是说听说是一个很大的什么童话系列的托婴集团，然后后面有很庞大的什么律师团队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怕的那种感觉。 囡仔老母讲，伊要甲托婴中心解约，所以讲要求业者删除未种野囡仔的相片，是讲托婴中心无甲删掉，是将囡仔面换做猪八戒的面。这个做老母的阵咧去甲告，业者敢若讲想过无用，才会经猪八戒的图无歹意。这样子去 P 图恶搞，我觉得对我们家长跟小孩是非常不尊重。就我小孩是那个图案，觉得感觉没有那么好。 未少家长因为安尼批评托婴中心，有人讲加在你的囡仔离开这间无水准、无度量的托婴中心，嘛有人讲刁工用这款的方式，搁传上网络，安尼互人感觉真有针对性。记者是坐到台中北屯这间托婴中心，业者针对各种的指控，拢无想要加讲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小朋友在哭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囡仔老母嘛投诉到社会局，因过社会局无处罚业者，会真不满。 那我们立刻呢，在致电给托婴中心协调，将幼儿照片从他们的脸书来撤除。那至于团体照的部分呢，则以去识别化的方式来处理。社会局讲已经要求业者将囡仔个人的相片拢总删除，团体相片卖处理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